嘉义市环保局最近有推出到民众厝内做空气品质监测的服务，协助民众来了解厝内空气状况，希望会当减少家具加室内空气不流通所产生的有害物质。环保局人员早专业的设备到民众厝内，家己去放伫客厅一捆啊，室内空气的品质念面清清楚楚。嘉义市环保局为了要市民了解家己厝内空气环境，这站提供民众申请到处检测空气的服务。室内空气品质到家诊断的检测项目有二氧化碳、一氧化碳、臭氧、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以及悬浮微粒和细悬浮微粒。二氧化碳它目前显示浓度是600 ppm。检测的情况会当透过手机来分析。检测人员讲，台湾的天气烧热湿淡，有的家具内底还有化学物质。建议室内活一天上无爱通风30分钟。假设它没有适度的流通，可能我们家具挥发出来的一些甲醛或挥发性的有害气体，可能会蓄积在这个空间。有可能被隔离，或是学生家里小孩可能会被在家自学这样子，所以想要了解家里面的空气品质到底是好还是坏。环保局表示，最近疫情第二摊，增加大家踮伫厝内的时间。这项服务希望民众除了出门爱挂嘴安防疫，嘛要注意室内空气品质，才会影响到身体健康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